亲着各个时代无共做军服饰的马道出现伫台南小西门路上，这是第一届传统服饰文化节，选伫咧具有历史创新氛围的南赛道文创园区举办，邀请印尼、越南等无共民族的协会组成台湾民族旗帜。在这样的一个传统服饰文化季当中，我们也想要让大家知道说，这个不同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意涵。传统服饰还是要回归到生活当中。当然，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去保存这些即将被遗失的文化，去复刻一个最原始、最真实的历史。现场还有传统服饰博物馆，展出受邀民族的经典服饰，另外还有台湾风格表演甲造型，非常的精彩。除了用目睭欣赏这美丽的服装，还有单位提供日本的服饰体验。我现在要分享我身上这一套和服是正袖，然后它在日本呢是未婚女性在比较正式的场合穿的。我可以有请自然流行的体验和服，很好玩。那我们其实呢，今天除了有我们的汉文化、汉服，还有我们的大和民族、日本的浴衣体验，还有我们印尼的各项的文创摊。因应七夕情人节来到，主办单位也安排传统汉婚仪式，展示中华文化，临近台南400冬，借着台湾民族的服饰以及手工艺品，用另外一种方式，让台南的民众了解文化历史。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。